干娘，我跟干爹回来了。夫人，大人，大人，女大18变，变成天仙了。你是谁呀？等我把她娶回家，你就知道我是谁了。你说什么？不像话啊！小婿王立南拜见岳父大人。不是，你是他是小婿得知岳父大人今日回京，特来拜见，顺便谈一谈婚约之事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汪海棠曾与他父亲有过一纸婚约，将干女儿许配给他。你叫小婿王立南，在直隶府藩司衙门做一名书吏。那令尊是家父已故，就是曾经做过翰林院侍讲学士的王志修。哦，你是王志修的公子啊？正是。起来！好。大人，您看是不是先征询一下小女的意思？这件事情很突然，我们还得问问小女的意思。虽说是媒妁之言，父母之命，可这毕竟是……小婿明白，定下这桩婚事的2位长辈已经故去，所以小婿今天特来恳求岳父大人。汪海棠与王志修的交情倒是不浅呐，所以2位长辈才定下了这桩婚事啊。岳父、岳母大人，小婿能见令爱一面吗？依我看还是改日吧。他们父女长途奔波，一定很累了。小婿只是想将这祖母传下的玛瑙簪送给小姐。回京途中，我越想越不对劲儿。富冈这个案子实在办得糊涂。也许那个叫雀儿，本官隐隐约约听说过，富冈曾经为一个青楼女子赎身，有可能就是这个雀儿。可是富冈的家眷中并没有发现一个叫雀儿的小妾呀。也许这个雀儿能解开你心中的疑虑。富冈的案子，你们2个谁先说？皇上，我以宋云大人奉旨查抄富冈的家产，将他的家人流放至黑龙江。富冈的一个小妾不在其中。微臣赶到淮安府时，广兴已将富冈扣押。这个案子可以说是广兴一人查办的。这是怎么话说呀？是你不愿意提审富冈，对证伊桑阿提供的证据。听说你擅自放走了富冈的一个女人。松云大人说的是富冈的侍妾吧？皇上，这个侍妾名叫雀儿，原来是青楼的女子，被富冈赎了身。不过在富冈事发之前，不知何故，富冈就把她给休了，所以她就不是富冈的家眷了。皇上，富冈在云贵总督任上、漕运总督任上贪墨颇多，但微臣在查处富冈府时收获却很少。微臣怀疑，你怀疑富冈利用雀儿转移财产？这话这讲不通啊！富冈要隐匿，只能留给自己的儿女，不会把财产留给自己已经休了的小妾。我这算什么呀？是你的妾，还是被你包下了？呵呵，你是我的心肝儿，现在接你进府，太扎眼了。松云
也向皇上嚷嚷你啊？哼，说不定啊，松云会找到这儿来，问东问西的。我说你别总跟我说气话好不好？换了松云，他可不吃你这一套。想想你现在在哪儿呢？流放黑龙江途中，不过心里坦荡，没有噩梦，梦见福刚来讨债。哼，流放囚徒，天天生活在噩梦当中，还有梦？好了。你喜欢荣华富贵，我就给你荣华富贵。哎，这是专门为你购置的，你看。怎么样，喜欢吗？哈哈哈哈哈！来，见过你们的主人。见过主子。广大人，广大人，你们先下去吧。是。广大人，王丽南他果然另有企图，他冲着您来不是为了汪姑娘，婚约只是个借口。恐怕不止这些吧。其实王丽南早已经背弃婚约，已经娶妻了。哦，那这么说，小姐过门就是做小了？你少说两句行不行？大人回来了，姑爷又来了，好像心事重重的样子。哼，我正找他呢，自己倒送上门来了。人呢？在后花园陪着干女儿。大人，有什么不妥吗？这个混蛋竟然敢戏弄我！干爹，老爷，干爹，您这是干什么？松开手，让岳父大人狠狠地抽我吧，这样我心里才会好受些。是家父毁了咱们的婚约，是老王家对不起小姐呀。既然你已婚去，还来提什么婚约？你这不是拿我们干女儿开涮吗？请岳父岳母大人原谅家父有眼不识泰山呐！哼！好了，乖女儿，别哭了啊！一个小书吏，咱不稀罕。干爹的宁心儿非金马玉堂不嫁，啊！不哭了，不哭了啊！干爹，能答应我件事儿吗？你说，这是10件事，干爹也答应啊？您就帮他过了这一关吧。他是走投无路才来的，根本不是为了什么婚约。是来找您做靠山的。你都知道他有企图，还让干爹帮他。过了这一关，就不再搭理他了。罪臣洪亮吉叩见皇上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起来吧。谢皇上。亮吉啊，这次对你是个教训。朕向来虚己咨询，那些话本可以字句封章，直达御前，可你却折作头札，给人以可乘之机。
影响很不好。臣知错。唉，本王未逞一时之快，让你遭致不幸，欠你一份情啊。不过，如果你有意助缘招收女弟子，本王出银子，啊！我岂能整日死守在红粉堆里呀？哎，袁随缘有句话，本王赞赏。这女子师傅啊，其灵性长于我们男人。我跟王爷争论的不是这个。亮吉虽然不才，但也志向高远，岂能整日耽搁在红粉师傅里呀？志向高远，往往招致不测呀。鹤立鸡群是好事吗？我真不敢相信，师傅留给我这句话。什么话？莫非是什么忠告？让我不缘随缘。师傅了解你，才给你这样的忠告。我觉得师傅这也是为了亮吉兄好。哼，好什么呀？让我不缘随缘，沉溺脂粉，不恤国事。嘿，我呀是羡慕亮吉兄啊。晚了。哎，庆哥，直隶府的亏空查得怎么样了？嗨，一提查亏空，我头都大了。要不我怎么羡慕亮吉兄呢？听贤弟的口气，是不是遇上什么麻烦了？遇上麻烦？麻烦大了，亏空太大，可不知啊是怎么亏空，何时亏空？直隶府的账目怎么能这么混乱呢？哼，他什么时候把账目弄明白过？我都烦死了，亮吉兄还说这种话。现在总督大人也慌了神了，他来京城啊找王杰商量。若不是师傅临终前交代，等亮吉兄从伊犁回来，要我劝一劝亮吉兄，我哪有功夫往京城跑啊？啊，亮吉兄，小弟是羡慕你呀。现在是想撂挑子都来不及喽，直隶府亏空太大，我怎么都得给总督大人、给皇上有个交代才能走啊。庆哥，历任藩司交接的账目很重要。是啊，是。首先你要搞清楚前几任藩司到底亏空了多少，等你接手的时候，这些个亏空你都得积累个数目。之前历任所有的亏空，责任不在你。庆阁是朱水军的弟子，洪亮吉的实力比洪亮吉可差远了，他接任时根本就没有认真的对账，前人留下多少亏空，心里一点都没底儿。这个庆阁啊，他只会师傅字画，政务啊一窍不通。走，咱们去见皇上。现在去见皇上，我怕说不清楚，遭皇上斥责呀。你任上这3年总说得清楚吧？你也够糊涂。微臣的意思是，当下不是要不要处罚，而是应该追究责任，搞清楚历任累计亏空多少，任内增加了多少。唉，也只好如此了。你上任的时候，为什么不查清楚遗留的亏空数额呢？微臣当时太相信布政使庆阁，谁知他糊里糊涂。你也糊里糊涂。臣辜负皇上，罪该万死。一笔一笔给朕算清楚，你再说罪该万死。你确定庆阁就是糊涂，他就没贪墨？亏空这么大一个窟窿，他就没以权谋私？庆阁向来只知师父，不按政务，稀里糊涂的人不像贪墨之徒。
庆阁。朕想起来了，他是朱师君推荐给朕的。原以为他会比洪亮吉务实，他还不如洪亮吉。他比师兄洪亮吉可差远了。皇上，您看洪亮吉如何？也许可以遣他去保定。用洪亮吉代替庆阁？是的。以师傅对弟子的了解，洪亮吉自恃才高，难以驾驭。这是微臣留给皇上的最后一道谏言。王姐，朕想啊，你亲自去保定坐镇，查清亏空。至于洪亮吉，容朕再想一想。这。你这关可不好过呀！皇上下诏让各地查处亏空，而且已经敕令王杰亲自督办直隶府。天下没有岳父大人办不成的事儿。这次未必，王杰亲自督办，皇上又不让我去直隶府。我听说直隶府亏空的窟窿很大，可是落到你这个司书的头上能有多大责任？着急的应该是盐碱和庆阁，你着什么急？盐碱庆阁当然着急，盐碱庆阁着急是摸不着头脑，小婿王立南着急是知道为什么要着急。直隶亏空不同于其他地方。怎么不同？2个字，虚收。事先跟各州县说好，冒支1万两，需交2、3千两的回扣。哼，彼此各得其所呀。小鬼儿翻了一条大船。我明白了，直隶亏空这么多，是出自你手，而不是堂堂的总督和布政使。除了秦哥，他们的手都不干净。哼，只不过我的手笔大了点儿。够大的手笔，我现在对你是刮目相看呀。小婿一切听岳父大人安排。你先别忙称我岳父，要不是我干女儿求我立马把你送到王杰的刀下。好了，今天我们就去保定。哎，好。知台大人。哦，庆阁，你这是？好，师兄洪亮吉受皇上恩赐，我来京城会师兄，顺便按照师父临终前嘱咐，劝师兄隐退归故里，效仿袁随园。哦，朱师君怕弟子再次惹恼皇上，劝洪亮吉归隐。是这样，卑职得知知台大人归程，特在此恭候。哦，皇上敕令王中堂直接督办直隶府亏空案子。这太好了，王中堂好个屁！若不是皇上被这接二连三的事折腾了没了脾气，现在回来的是我的脑袋。你呀你，好诗赋书画，心全没用在政务上。你说你干嘛当这个布政使？好像是庆阁。告诉他，就是我不在。哎，怎么是你？我来找知台大人，是因为范思大人跑到京城活动，我来举报他。你跟我来。大人，是范思衙门里的司书王立南。我不告诉。知台大人，这里说话不方便，我们找个方便的地方说话。
太大人，督察院周廷栋大人，不用我介绍吧？严大人，周大人，请。请。听说严大人赴京，我们紧追慢赶，才在这儿有缘和严大人会上一面呢。惭愧，公务缠身，未能拜会周大人。严大人多礼了，多礼了。你不是要揭发庆阁吗？已经对周大人讲了。揭发庆阁这件事儿，我一听说，我就狠狠地责备了他一顿。你知道吗？严大人是直隶总督，我若带头上折子弹劾庆阁，那皇上岂不是要怪罪于严大人了？你明不明白？是，下官愚笨，多亏了周大人电拨呀。不碍事，都是为朝廷，为皇上嘛。是啊。有这么多？在严大人眼皮子底下，庆阁如此捞银子，你说我能避开严大人独自去弹劾他吗？看来严检并没有相信你们。岳父大人，那咱们岂不弄巧成拙了？杀手锏，广兴大人还没使出来呢。严检在咱们手心里攥着，跑不了，你就放心吧。是什么？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现在就怕严检他们走在我们前面，查抄你家。万一让他们找到证据，那就不好办了。那怎么办啊？转移，不让严检找到证据。我听岳父大人的。知台大人起了吗？该动身了。我去看看。大人，庆阁来叫大人动身。把这账本收拾下，咱们走。王立南来过，别跟他说。小的明白这个，大人。知台大人昨晚睡得好吗？做了一宿梦啊。你呢，庆阁？我睡不着，想了一宿。因为我的气话呀？不敢，我是在扪心自问啊。亏空的缘由，你想通了没有？惭愧，望知台大人指点。钱粮库方面会不会有漏洞？应该不会啊。钱粮库承办司书王立南，他办事很机灵，他是王志修前辈的小公子。听说王志修老先生生前的时候，曾有多次说王立南不成器。他从小啊是没把心思放在读书上，也没少挨他父亲打。可现在王立南好多了，他办事啊也很机灵。机灵过头就不好了。是。中堂大人，等一等！中堂大人，等一等！中堂大人，是安妃的主意吧？中堂大人小看亮吉，我就想不出这样一个策略。那庆阁可还是我师弟呢。那你早就应该到了。看来还是瞒不过中堂您的眼睛啊。不错，的确是安妃，还是他宫里的太监小六子点拨的我。
那我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。正堂大人，您看这个案子到底该怎么查？既有主意，甭给我卖关子。地丁杂税在州县，正号下州县，所以说藩库若有漏洞，关键就在州县。各州县所借往省库的银两到底做到了没有？只要看应库收凭和所借银两之间到底有无漏洞。严检说，直隶各州县上缴国库的地税银两所欠甚少啊，这就值得怀疑。各地州县都拖欠所借银两，这是一个普遍的情况。难道直隶州县的官员他就会这么好吗？推测而已。本部堂觉得漏支才是直隶的漏洞所在。也有这个可能。一路同行吧。走。广信大人到这儿，我来看看总督大人。顺便把您的儿子给送回来。哦。保德，你们把我儿子是怎么了？哎呀，儿子，你这是怎么？儿子，这是怎么？儿子，他要的是鸦片。放心吧，这件事我已经给你捂住了。你们真以为自己的儿子在国子监读书是圣贤书吗？告诉你吧，他不但自己吸，而且还利用你直隶总督的方便，把鸦片卖给八旗子弟。这件事情可不能让皇上知道。鸦片是我大清最忌讳的事儿，雍正爷时就已经颁布了禁令。卡了！把钱给我！老爷，咱就这一个儿子呀，老爷，老爷。当然，儿子是自己的，你可得想清楚啊！你们计划好了一切，说吧，什么条件？我们不是为了自己，严大人误会了。不为自己，我们只求你为朝廷铲除一个度处。王立南给你提供的那本账册就足够了。哼，那本账册那是假的，王杰绝不相信庆阁太墨的。所以啊，要你在王杰赶到之前，把一切事情都安排好。好。
好吧，不过我想知道，为什么害庆阁？是为了朱时君吧？庆阁是朱时君的弟子啊。你们收买了王丽南。往哪儿搬呢？放心吧，这都是你和我干女儿的，我和周大人连看都不会看的啊！哈哈哈哈。你们要干什么？知台大人，你这是？抱歉，本总督奉命稽查亏空。收。走。敢问知台大人，奉的是谁的命令？上边的命令。是王中堂吗？不到1天的功夫，你都查清楚了，哈，那本部堂岂不是白来一趟啊？在京城，你当着皇上的面说庆阁是不安政务，只知赋诗。可这上面说他是两手抹黑，你怎么查的？王中堂，我找了一位关键证人。哦，什么人？直隶布政使衙门钱粮库承办司书王立南。王立南，这王立南啊，是个不折不扣的小人。当初我到直隶藩司任上，是看他父亲的面子上才留下他，没成想啊，他是恩将仇报，诬陷我贪墨，留下他。听你这么说，他以前就在藩司衙门？对呀，他一直就是钱粮库承办司属，算上我，经历过3任藩司了。那账册是怎么回事？我怎么知道啊？我发现亏空，查证时他也没提过呀。哎呀，你呀，庆阁老弟，幸亏皇上敕令王中堂来督办此事。哎呀，我估计啊，王立南是被人收买了。哼，依我看，远不止这些。王立南参见大人。王立南，王中堂想要知道这本账册的详情，你要如实告诉中堂。一定，下官一定如实讲。王立南，这本账册上所记录的进出银两，都是你亲自经历，并非道听途说吧？都是下官亲眼所见，绝不是听来的。那我问你，为何要私下记录啊？为了日后揭露庆阁贪墨。哦，听盐检总督说，庆阁一向对你不错，你这么做不是以怨报德吗？王中堂这么讲，下官不能认同。下官识君俸禄，就要忠于之守，岂能以私情所害国家利益？好，讲得好。这样吧，等本案结了，本中堂与盐检总督一起向皇上
为你请功。王立南谢中堂厚爱。你下去吧。你去京城，不是要去状告庆阁吧？中堂大人，下官没去京城。这绝对是伪造的。何以见得啊？还是我来仕途中所讲，直隶各州县应借往省库的地丁杂税能够如数完成，这就不真实。依量级了解，各州县都拖欠应借税银。这么说，州县根本没有把税银如数上交省库。那印库的凭据呢？这个怎么说啊？就是有人在银库收凭上面做了手脚。王立南了解一点情况，严检可能就是幕后的黑手。严检不会，但严检一定知道点什么，受人胁迫了。那这里还能有谁？总督、藩司、按察使更不可能啊！这个人可能就在京城。京城？哎呀，这怎么可能？京官能做的，也就是索贿了。严检说，王立南呈上了账册，揭露布政使，使他改变了看法。严检无意中说，在回京的路上，他向庆阁打听王立南的情况，这就说明严检当时已经拿到了这个账册。啊？王立南呢，矢口否认回过京城，反而露出马脚。严检离京，或者路途上，一定见过什么人，这个人要挟了严检。这个人会是谁？这样，你从州县找线索，本部堂要搞清楚，从京城到保定，严检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。来，抬进来，小心脚下，别碰着，小心脚下，快点啊！慢着点儿，别磕这里边东西，弄碎了，贴上你们8辈祖宗也赔不起。哎，你这都是从哪儿弄来的呀？保定。哦。王立南。为了钱财，你还真打算让干女儿去做小啊？广大人，广大人，养心殿的柱子刚刚送出了口信，说皇上刚刚收到王杰的密折，皇上和王杰都对严检查处庆阁这件事产生了很大的疑惑呀。严检这个混蛋，他老妈叫了。主要是他在京城时所说和回到保定时所说的截然不同，所以王杰和皇上都起了疑心呐。哎，怎么办呢？给严检施加压力，他不会不顾儿子的性命。听你这么说，关键就在客栈的当夜了。那天晚上，总督大人好像也没见过什么人。我想起来了，第二天动身时，我们先讨论亏空的漏洞，总督大人就提到了钱粮库承办司书王立南。你们谈到了王立南？对了，我当时说王立南头脑机灵，总督大人说机灵过头就不好了。
看来严检是在暗示你，所以回到保定就查抄了你的家，把你拘押起来。现在的关键是王立南的账册上。广兴大人来信说，庆哥已被拘押，案子必须尽快呈报皇上。王杰不开口，我怎么递折子弹劾庆哥？想想你儿子，你就有办法说服王杰结案。哎呀，这些啊，都是其他总督藩司任上的账册，从嘉庆元年以来的账册都有了。王杰皇上该满意你了。你少用这种口气跟本总督说话，你算什么你？我是什么都不算，可我岳父广兴大人应该算个什么吧？他可是皇上身边的红人啊。这么说，直隶府是小鬼闹翻船，你做下的事可真不少，真不明白，前几任总督和藩司怎么就没有察觉？因为你们这些大吏玩忽职守，你们有谁在乎过国家？有谁在乎过朝廷？大人，王中堂来了。我回避吧。